基隆市长谢国良罢免案10月13就要投票。谢国良今仔日甲台北市长蒋万安做伙去到基隆安乐市场食好料，爱民众当无同意票。那谢国良是希望选务机关爱加强宣导即摆的投票，甲即摆的投票率提悬。基层甲民众爱出第一，基隆市长谢国良甲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体到基隆安乐市场食美食，参拜公庙。同时也要为确定成立的谢国良罢免案宣传。谢国良向中央地方选务机关发声，并对基隆历史性的头一摆罢免投票，应该爱强化宣导，冲关投票率。很多民众仍然不清楚这一张选票的选项，以及如何来行使这个人民的参政权，所以这个还是未来我们呼吁中选会以及地方选委会要来加强宣导，才能落实这个投票的真正意义。蒋万安学了谢国良就任了后，强化长照服务甲营养午餐安全，基巴图清理月票等政绩，呼吁停止政治操作，罢免案爱投无同意票，发起罢免的公民团体积极，选务机关应该爱保持中立，要安怎宣传罢免案，也强调会继续宣传罢免理由。选务机关身为行政机关，应该要保持中立，要如何宣传罢免案呢？冲高投票率是你我的责任，不是选务机关。选务机关不该宣传罢免案，请谢市长搞清楚。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宣传谢国良的荒谬政绩。另外，国民党即期中选会决议，基隆市选委会罢免选务，无顾到中选会是主管机关的法定权责。中选会发出声明澄清，选务一体是法律所定，中选会甲所属县市选委会选务人员拢爱依法办理选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